我去阮女朋友遐讲亲情啦。哦，但这个工课咧，我就无讲介了解。我甲你讲，这讲亲情我算不哩啊了解。哦，你不了解。我甲你小解一下。麻烦。首先哦，咱这双方面的人哦，一定爱经一间啊，会使好好食饭开讲的一个餐厅。啊。我个人推荐这个麦当劳。啊，不爱麦当劳。无 Starbucks。嘛不爱 Starbucks， 我唔是要招保险，我招你遐创啥？不啦，你招迄种就是服务较好的，气氛较好的。你要服务好的就对了。嘿嘿嘿嘿。安尼我个人非常推荐这个鲁普咖啡店。我要爱唔是种服务呢。嗨，主人，你等来啊呢？啊，要怎开始啊？这是你的餐点。啊。简单一个食饭之前，爱先念一段咒语，把这个物件变好好食。啊，你念。是喏，安那讲啊对啊，阮啊有啊教啊。你这看梦去啊！我来讲亲情，你伫边看梦要创啥？把物件变好食啊！你莫去用这声音讲话啊啦！这个餐厅我家己发落啦，啊，过来咧，搁有啥物款的美感无？所来这美感真重要，就是咱南方这边吼，这礼数一定爱甲传好嚼，我爱传好嚼。礼物爱经好吉条，好吉条是。就比如讲咱这个糕饼啊，搁有糖啊有无？好好好。食好甜甜，翁仔某共心出头天。哦，安尼听就水啊。还搁有这个水果。好。食果子，后世人唔免洗药子。身体健康啊。所来上重要，这个罐头塔，啉饮料惊。喂，我这罐头汤唔是伫这个时阵送的哦。无啦，你啊送去规台看起来较大版。因兜死人呢啦！另外计才叫你主人爸的名。我会去互因老爸拍死啦。